各地的莲友们，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好，师父，我要讲这一章给各位大家结缘。我们心中的灾难是什么啦？佛一再的告诉我们众生说，一切唯心造啊，外面的一切是你心的念头所变现出来的，你的念头会决定了整个环境，所以会有一个果报啊，会有一个因缘会出现，就是根据你的心的念头来开始涌发出来的东西。所以各位，你心中的灾难到底是什么？祖师大德告诉我们，如果你起了贪心，不是你的，不该你拥有的东西，但是你拼命的想尽办法，用尽手段想去侵占它，你有贪心，你就有了水灾呀。你看，在这整个环境当中，在整个的社会里面，大家都是贪，每一个人都有这种贪念。各位，你们知道吗？贪会出现什么情况？比如说，我们肚子饿了，看到一个你自己很喜欢吃的东西，我们的口水马上就流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口水一流出来的时候，你看那个水啊，自自然然的就会产生，这个就是水灾。你有了贪心，一定就有水灾。你起了嗔心了，嗔恨心，我对哪一个人有报复，我不满，我很生气，我要采取手段来对付他。各位，你起了嗔心、嗔恨心，也就是一种愤怒、报复的心，那么你一定有火灾。为什么有火灾？这个环境当中，很多人都是你恨我，我恨你，我要报复你，你一定想尽办法来折磨我。那这样彼此之间呢，变成仇恨、对立，彼此的撕裂。所以你有这个嗔恨心，一定有火灾。为什么？各位，你看我们人呢，一生气的时候，满脸通红啊，我们觉也睡不着，饭也吃不了。我们每天那个心呢，就好像石头一样压在心坎里面，我们整个脑筋呢充满着暴怒之气。你有嗔恨心，所以有火灾，就是因为嗔恨心的人太多了。起了痴心就有风灾呀！为什么一直颠颠倒倒，不该做你做了，不该说你说了，不该想你想了？各位，这个身口意不清净，每天就这边东倒西歪的，你没有明辨是非所造成的一个风，叫无明风所产生的风动，你看就开始摇动，一直摇动。所以这个世界为什么那么多的风灾？就一痴心。你看现在诈骗啦、酒驾啦、毒驾啦，到处都是冲出了这整个社会，这个就愚痴嘛，不应该这样做啊！但是他偏偏就是要这样做，所以有很多风灾就出现了。起了慢心就有地震。一个人呐，骄慢心，你看不起别人，要打压别人，要欺负别人，那这种心不平呢，心不平，所以上下起伏就地震了，整个地震。如果这整个社会每一个人都有这一种歪斜的心态，歪斜就是有骄慢心，自己觉得了不起，共高我慢，都是把别人当作是一个小弟一样。你如果用这一种藐视的心态、欺负的心态，那就有地震，因为你心不平嘛，没有办法平静下来，所以自自然然的地震就来了。所以各位，这外在的这些灾难都随着我们的心在转呐。所以要改变环境，先要改变我们众生的心呐。我们的心念一定要善良，要慈悲，要厚道，对不对？而且对人一定要有一种包容宽恕的心。如果你能够这样，那么社会就越来越安定，大家非常和谐，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非常的和睦。各位，这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道理。你们听明白没有？明白。好，非常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